后来继续来看，咱伫个基隆港外海的海底电缆，疑似互一只靠卖农职的货船拖登去。迄台货船的负责人是中国人，伊辩讲根本就无证据会当证明海底电缆歹去甲伊的货船有关系。问题是，迄台货船为什么会出现伫个基隆的外海？为什么会伫遐徘徊呢？海巡署认为，无排除是阿强调故意来迫害扰乱。卡麦农职顺行39的货轮伫基隆的外海拍定，海巡人员详细盘查，因为这只货轮迫害咱国海底电缆。地图内铺设的线条是咱国海底电缆。来看顺行39货轮的路线图，货轮伫同一个区域来回驶，方即个讲是咧调工迫害电缆。当事船是登记伫香港公司，船头家是中国人，头一遍公开回应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伊无承认货轮甲电缆受到损害有关系，也毋过也证实船只确实伫这个地区，也毋过初步解释旋转直接失灵甲拍定的原因。中共这一种灰色地带手段的威胁是多样的，中国货轮在基隆外海的这个卸油的事件，那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可能要应对的一些新的威胁情境。专家烦恼都惊动机无单纯，高台办昨暝民进党的政府调讲将海底电缆损害事故讲甲真严重，是为着反中抗中。不敌手段，这个完全是一个不可信的说法。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政府，应该会说，我们就会协助调查。他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政治的操作。廖委会也指出，中国宽基轮伫国际社会歹代志做真多，尤其过去伫马祖甲金门的电缆嘛捌红乌灯，咱国当然袂当放红红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